歡迎來到未來台北上，我係西華。第一位，每一個人都有一條書，係等人淘汰。阿爸講，佢係生命書，每一條書嘅節目都冇共用。我有7家最特別嘅果子，那係你想愛同一個人做好朋友，就做得唱幾首7家生命書香嘅果子，有的會甜甜嘅，有的會酸酸嘅，沒有的會食起來清苦，除咗密西冇共用。這個世界還做得看到嘅3人頭擺嘅故事。我沒有生命書，不過我嘅書清晰，還無法度打字。我很想愛的，我嘅生命果子係乜嘅秘密？我有一位叔公太嘅生命書超厲害，有咁多種無共用節目嘅果子，每一擺都做得識到無共用嘅秘密。看到無共用嘅故事，叔公太本嚟捱一粒，劈起來甜甜嘅。哇！這粒果子很甜哦。原來叔公太頭擺係一位超強嘅獵人，係太陽出地擺度最厲害嘅獵人，大家都喊叔公太大王。有一日，我哋學校發現班上同學嘅寫書都越來越大，就等唱我嘅模，係唔係我表現嘅唔拉好，故所寫書真會大。叔公太，做乜嘅我嘅寫書都唔會大呢？嘅因為你很細啊，等你大咧，寫書咪會大啊。後來叔公太又請我食了一粒果子，下擺叔公太變成一個日本兵，當日都愛做咁多事情，愛老大家洗衫褲、煮飯。雖然都辛苦，不過叔公太還係非常嘅認真。那麼從遠吹渡到天熱。有日本蟲子打到咧，幾條老人曲啲樹芽度，大家都衝走咧。戰爭很定影響我，幾條做乜嘅愛想死我。大家都本人曲啲樹芽度，都冇東西嘅好食。叔公太想起7家啲台灣，實係最厲害嘅獵人，故所開始啲樹芽度打獵。後來大家都有東西食咧，更感謝叔公太，大家都喊少林師傅係英雄。原來叔公太嘅日本名叫做少林師傅，因為立太公，故所唔是在做煮飯、洗衫褲也掉石頭。叔公太變成一位正經嘅軍人，有一日執行任務度，發現了天然嘅羊角，展開了一場戰鬥。啲激烈嘅戰鬥度，叔公太嘅腳速上咧。戰爭結束咧，叔公太本人送進來台灣，少了一隻腳嘅叔公太，轉到了佢長世態嘅部落。
嘅時嘅政府拄好地重新查明一個人嘅身份。政府本嚟屬公態一個身份證，當個下定用水。屬公態看嚟清久，肯定也嘅政府本己嘅姓名誒。屬公態嘅時腳速上，心情聽出當唔好。那係我嘅歲數有個字做得實就好咧。我想愛本屬公態是最貼嘅個字，本屬公態嘅心情變好。屬公態嘅生命數項，還有一粒當上海嘅個字，係跳講嘅。識了個字，又會看到乜嘅故事呢？今日屬公態又破屏咧，我老阿爸阿妹到醫院看屬公態。屬公態本嚟我最想愛嘅跳講個字，做乜嘅呀嘅個字？冇咪事呢？我看到了一個當傷心嘅阿婆，佢講係佢老屬公態。送本嚟睇我出嘅人做生意呢，故說屬公態將會啲神紅態，屬公態嘅名嘅很多，求生夢係佢嘅來嘅。屬公態用話有很多名嘅呢，那一隻將係佢真人嘅名嘅。屬公態講佢寫時態咧，要破屏太久咧，當多事情都唔記得咧。我希望屬公態愛記得我咪想愛唱佢識最貼最好識嘅個字。阿爸講是愛上網學習，寫書出會夾睇啊。故說我當日都愛好好嘅食飯，上網讀書，行過上網運動。今日我嘅寫書開花咧，係一類長嘅寫花。